兄弟姊妹，大家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是2024年的第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开始甲结束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第一天吼，咱称作是新年。但是咱知影，另外一方面，过了今仔日也变成做历史。过1分钟，甚至过1秒钟，前1秒拢成做历史啊，拢成做旧的代志啊。时间安尼来来去去，咱有人讲时间如梭啦吼，阁有人讲时间亲像流水，一去就无回头。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时间，来面对咱的生命？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安尼形容：万事拢有伊的时，天下万事拢有伊的期。事事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灾情有时，灾情的时，台有时，医好有时，疼血有时，起坐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，同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，疼有时，报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疼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劳碌打拼有得到什么？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陪同担，互因袂当称扬，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合因的时，拢真好。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，毋过上帝对头到尾所做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地上好是快乐，佮做好事，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打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赏赐。当人望着将来时间来到的时阵，对未来存着真大的愿望的时阵，表示咱人通常拢处伫较负面的环境甲境况中间，所以愿望着新的未来会当紧紧的临到。新天新地的愿望是上帝赏赐予这个绝望中的人的应允，因为旧的就要过去，咱却无法度将把握着明仔会安怎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就赏赐新的愿望，使用有这个咱有新有这个新的地的愿望。伫创世纪讲到创造，伫启示录讲到将来的愿望。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，安尼来讲：新天新地。后来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扮好势迎接丈夫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：看，上帝一回舞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拭去因目屎，目睭拢总的目屎，无阁有死实，
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疼痛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，看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讲着写起来，因为这话真实可靠。伊甲我讲完成啦，我是阿里法欧米伽，是开始，是结束。约翰伫启示录不但提到着将来的应允，更加讲着上帝的主权。伊是创始成终，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永远无改变的上帝。这不但着提到上帝的这个主权，更加提到着上帝不变的应允。伫面对将来的日子、未来困境的这个中间，基督徒不需要想过头来担心，因为日子会过去，天地会毁坏，但是上帝的应允却永远无改变。虽然人来来去去，时间安尼一直流过去，四季嘛一再在变化，但是迄位阿里法甲欧米伽的开始甲成终的上帝，伊永远无改变，永远拢伫地。伫马太福音25章1节到46节，提到着最后的审判。是因为对于咱所相信的上帝，咱知影伊是开始甲结束，是创始成终的上帝。伫世界的尾，基督再临的时阵，伊将会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判断的标准，其实就马太福音伫今仔日的经文伫后壁所讲到的。伫31节到36节，安尼写最后的审判。人子做王带正天使来临的时，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，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的面前。伊将因呢分做两边，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分开，将绵羊安排伫正边，山羊伫倒边。后来王会甲正边的人讲：来，恁才会受我的被祝福的，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。因为我的腰，恁有互我食；我喙干，恁有互我啉；我做出外人，恁有甲我收留；我赤身裸体，恁有互我穿；我破病，恁有甲我照顾；我伫家里，恁有来探我。这是基督徒的呼召甲责任，是所有蒙受伊呼召的人所需要去实践的。咱伫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，拢代表着上帝的临在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但是最后，伊会用会来验收咱的性命，是毋是会通活出美好的见证。马太福音25章对37节到46节，就是咧说明这个基督徒应该爱做的代志。诗篇第8篇，上帝的威严，人的尊贵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甲婴仔的嘴唱出来。你起早要塞封闭敌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，你使用光尊贵做花冠互伊戴，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。
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，上主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感谢天父保守阮过去一年久久，虽然经历着风雨有困境，也互阮借着安尼来得到保守甲稳定。伫新的一年，也望主继续来带领保守，阮也决志要行伫主的道路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感谢祈祷奉主圣名求，阿们。